观众朋友，大家早，欢迎收看今仔日8月21，公视第2台早起新闻，我是洪敏珍。新闻一开始呢，咱先来关心国内疫情。昨咱增加6个本土个案，死亡个案有1例，也那带病入境的有3例。指挥中心表示讲，最近带病入境的人经过检验，全部拢是去会到 Delta 变种病毒，甚至有人是已经做过2期有风险的。那最近国内也发现讲，有家属去集中检疫所替隔离的亲人送物件，煞搁偷藏毒品。但是中强调讲，这案已经专案交予检调来侦办。国内新冠本土疫情8月20新增加6例本土病例，个案分布以新北市3例上侪，搁再来是台北市2例，加彰化县1例，并且新增加1例死亡的个案。本土的病例有6例，那重新在居隔里面的阳性是2例，那居住的县市新北市3例，台北市2例，彰化县1例。另外，指挥中心也公布，最近1礼拜境外移入确诊者基因定数的结果，总共12例，拢是为着印度Delta变异株，分别来自美国、马来西亚、南非、印尼甲中国。其中有3例是完整注射2剂莫德纳疫苗，有缘去为着的突破性感染的个案。这3位刚好都是有接种过2剂的莫德纳疫苗之后，经过超过14天之后，然后有这个无症状或发病确诊的。Delta 病毒侵袭全球，指挥中心要求8个入境的人必须要住伫集中检疫所。不过，佢是传出南口甲阳明山的检疫所，有检疫者家属送来物件内底含有毒品。指挥官陈时中讲，专案已经交由检调来侦办，也呼吁民众千万唔通安尼做。送进去的东西，我们都一定会查哈，在检疫所里面一定会查，好，所以不要有侥幸的心理，尤其是毒品，那就牵涉到这个刑法去了。另外，国产疫苗高端要在1礼拜1、2、3开始数，开放20岁以上民众有约注射，到8月20中到截止，总计已经59.9千多人完成有约，将符合资格人数6.6%。这阵总计国内新冠疫苗注射超过1000万人次，疫苗注射率是39.49%，这次人口比例每100人有42.67剂。记者综合报道。上新的消息，咱来关心阿富汗的情势。美国总统拜登20在咧记者会顶有回应甲美军撤离的这件代志，伊讲这是有史以来上界大、上界艰难的一项空中运输行动。不过，拜登也当行坎挂保证，讲一定会尽全力撤离美国的公民，也有捌和美方合作过的阿富汗人。伫哩喀布尔机场外口，真侪人伫咧等，希望会让坐上飞机离开阿富汗。英国加美国的士兵将迅速检查因是毋是有资格去哩座位有限的撤离班机。Yes, it was very scary. It was very hard flying outside, like a zombie, like a zombie. Yeah. What are you most excited about in Britain? To educate my family and my children to Britain, and Britain, and become an engineer and doctor in Britain. 有资格的人真欢喜，不过也有真侪捌替美国做代志的阿富汗人担心被塔利班保护。美国总统拜登20在咧记者会讲，会用尽办法协助因撤离。We're going to do everything that we can to provide safe evacuation for our Afghan allies, partners, and Afghans who might be targeted because of their association with the United States. 拜登也保证，所有想要登去的美国人，拢会甲因送登去厝的，并且向塔利班发挥任何的攻击行为，拢会受到美国快速强烈的回应。讲这是史上上困难的空运行动之一。This is one of the largest, most difficult airlifts in history, and the only country in the world capable of projecting this much power on the far side of the world with this degree of precision is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不过 CNN 驻阿富汗的记者讲，美国伫咧喀布尔国际机场的航班办事有暂停至少8点钟久。拜登伫咧记者会解释讲，这是为着要确保班机的中转站有法度处理撤离的人员。美国伫咧喀布尔的指挥官已经下令恢复航班出境。公司新闻陈伟林、蒋建光编辑。天气报你知，第12号的风台奥麦斯昨暗已经形成啊！明仔载会是伊上晚近咱台湾的时阵，咱到底来去看云图。
今年第12号风台奥麦斯昨暗已经形成啊，明仔是中元节，拄好是伊离咱台湾上解近的时间。不过即阵呢，伊是向北边来行，转对北琉球群岛遐去，所以对咱台湾的影响无大。咱东半部的风会较透，海影会较大，也会落雨。各地呢拢爱注意，过道会有雷公雨，也有可能会上大雨。因为呢，今仔日各地天气大部分拢是多云好天，下晡有局部所在会有地阵雨，不过落雨的范围袂比昨较大。因为各地山区甲大台北盆地要是爱细致，会有机会熊落大雨。咧温度这部分，各地上高温大约是31度到35度，中昼进前或者是过昼了后，天气会较热，观众朋友就要特别注意天气变化。咱来讲，最近公司制作的大戏《斯卡罗》内底有一位主要的演员是台湾族人查马夫老，伊甲心血呢拢贡献予台湾文化。不过呢，伫咧19即天，因为癌症不幸过身啊，伊的后生那个爱，总是穿台湾的传统服装，去领总统教育奖。伊讲，伊要甲这份功营献予伫咧天顶的爸爸。贵总统出门手中接过奖座，来自屏东太保乡太保国小的乐可爱法拉乌勒，穿台湾族传统的衫，领取总统教育奖，要将荣耀献予伊的爸爸查马克法拉乌勒。查马克伫斯卡罗演大骨头倒基督，演技受观众肯定。说伫抗癌一年了后，19过身，无法度参加后生颁奖典礼，享年42岁。亲人希望乐可爱用上美好的心情，接爸爸上期台这个奖。的共荣、共存、分享、分担、分忧的这样的一个概念之下，能够一起为这片土地做努力的那个周期度，我希望能够把这样的一个精神能够去传递给更多的人，更多在这片土地上面成长的台湾人、成长的台湾族人、成长的原住民。为什么大型演出斯卡罗？查马克表示，生命会影响生命，伊想要将倒基督的精神传予更较侪人。查马克一生得到文化复兴，捌得到书读奖，当年指导学生木雕，得到全国原住民木雕首奖，也亲自报道采集台湾族古谣，发扬传唱台湾文化，2摆得到金曲奖。对伊的过身，伊学生拢感觉真唔甘。要老师放心啊，像我们都长大了，然后未来的路或者我们未来的计划，然后我们就会帮他一起去完成。他最为人所知的就是他带领古谣传唱队登上国际的舞台，也改变了我们台湾合唱的一个方式。查马克推动保存传统文化，加推动民族教育。伊的太太表示，查马克行甲真安详，对后生得到总统教育奖，会将奖座放伫灵堂，加做上明显的装饰。亲友的第一次是举办告别弥撒。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的报纸看什么大代志？咱甲乡亲斗阵来去献报纸，先来看《自由时报》。咱国为着要对抗中国用武力威胁，也要强化咱的这个国防自主战略。国防部即马规划2000多亿个特别预算，主要增加稳定打击的作战能力，也有要立预算来起军舰，强化国军整体战略。再来看《中国时报》，教育部遵照指挥中心的意见，针对境外生申请返来台湾读书相关的作业，即马已经修正确定会核准，予境外生，也阁有摕华语奖学金的学生会当入境来台湾读册，不过并无包括交换甲交流的学生。来看《联合报》。台铁道路9号事故造成这个49个人罹难，超过200人轻重伤。运安会拍算拜一公布详细报告。也那运安会主委杨宏志是透露，讲列车对清水泵坑出来去弄到工程车，运将简单有17秒的时间通反应。杨宏志讲，迄天列车准无万分就袂出代志，伊讲这算是运气较歹。
再来，咱来讲中秋这个年假呢，随着要到啊，昨有不少民众是抢无票，即马就有风声讲，交通部暗算高铁，还佫有台铁载客的这个人数会增加到8成，也拍算互人客人为济了后，就会当食物件。不过指挥中心是讲，即阵还未收到这个公文，即马干搭台铁的观光列车有开放互民众会当伫咧车厢内底用餐。因为双铁票歹买，民怨真济，传出交通部内部计划将载客量上限7成提悬到8成。另外，目前车内暂时无开放食物件，也咧评估是毋是应伫每回做进行之下放令。交通部表示，内部咧讨论规划当中，按个防疫规定是毋是放令，按由指挥中心决定。我到这边我都还没有看到相关的公文。那另外观光列车，如果是专属的舱车里面要用那就跟餐厅内用的规定基本上是一样的。代替观光列车，相关单位建议伫强化检疫甲社交距离之下开放食物件。列车8台为一道敢若用一个人，火车顶悬旅客专程挂喙罨，列车服务人员拢注过疫苗，专程挂喙罨面搭甲手笼服务，争取旅游列车开放车厢内底食物件。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咱来讲有民众伫咧台中太平卫生所注有风声，本地是讲要注文即个莫德纳的疫苗，结果落尾注了后，医护人员才甲讲伊注的是 AZ。台中市政府即马就表示讲，确实有重大是工作人员摕唔到牌子，除了甲民众核实的以外，因也承诺一定会追究相关责任。即要开学台中市的老师也陆续完成疫苗的注射。不过，网友伫社群网站指出，19带着家己的老母去台中的太平卫生所去注疫苗。伫注射进前，3摆拢甲讲注的是莫德纳疫苗，不过迄天注的却变做是 AZ 疫苗。按那讲，真正小可错错了，有特别是父母亲，当然是不太能接受了。那但是最好先理清楚，确认这个人民的需求是什么。我想这是非常重要一环。为少民众讲有喊过，也烦恼讲疫苗引起副作用。实际来比较无共抢牌的两罐的疫苗，初步看起来差异无大，拢是5ml 的管仔，不过外观有清楚的标签的注明。台中市卫生所讲，迄天是进行高中级以下的教职员的注射。太平卫生所开设注射专诊，迄天原本要提供莫德纳疫苗，不过卫生所人员摕唔到，提出 AZ。但市长表示要交予地方心心来处理。另外，台中市府讲，这3位民众虽然不是坚持讲爱注莫德纳，也不确实也造成疏失。除了核实的，也继续来追踪身体情形。另外，后续责任的追究，除了检讨这流程，嘛要落实疫苗分区的管理。实际的人员也依照规定来移处，避免相反的情形再发生。记者综合报道。来讲暑假呢，剩最后1礼拜，即马是有风声讲政府拍算开放海边会当落去收水、甲畅水。业者是讲拢真期待，不过因希望政府若真正要透放，就爱卡手较紧的，若无因真正是得要经袂落去啊。礼拜5的垦丁海沙坡，不管是南湾还是船篷礁，游客拢无偌济。全国防疫警戒虽然降到2级，不过伫海水游泳还是畅水味，到即马拢还未开放。互水上游乐业者，等于是今年旺季拢无趁到钱。休热剩1礼拜，业者呼吁政府紧放令。每一个玩水上活动的人，他一定会游泳。会游泳，他就是想要玩浮潜，所以我希望说能够正式开放，让我们生意好一点。几乎3个月是没有收入的，然后在这边的教练要缴房租。就是还欠房东房租缴不出来，其他地方有房贷，生活压力其实挺大的。那垦丁小琉球的业者嘛是同款，畅水味的用具蹲伫户外风吹日晒，一个教练都要借钱生活缴房屋贷款。传出中央要开放游泳甲畅水味，那业者欢喜，民众嘛真期待。都浮潜啊，可是现在都什么都不能玩了。当然是希望开放，但是考虑到疫情的因素。政府有政府的考量，是中央的一个政策指引啊，跟全国同步来实施。是毋是要改进？民众看法无同。垦管处也表示会配合中央的规范。不过，流行疫情指挥中心第20记者会中，互人问起这件代志，敢若回应讲海域的部分后礼拜才会讨论。记者综合报道。来讲鼓舞人心的故事，清华大学呢有一位学生囡仔叫李欣店，国中的时阵得骨癌，动过手术13摆。大学2年的时阵，不得已只好把伊的倒骹锯掉。不过伊并无失志，
大二的时阵呢，伊毋若申请远距离授课，而且佮家己的心情拢写落来，摕到文会奖、大专社会组的头名，伊嘛受到今年总统教育奖的肯定。优秀的面貌，佮加上甜蜜的笑容。虽然讲因为着癌失去了倒脚，毋过伊李新田依然乐观面对。把家己的故事写出来，毋但摕到文会奖大专社会组第1名，可受颁今年的总统教育奖。这些年来体悟最深的就是，现在看起来很糟的事都不一定是很糟的，那最后可能都会是一个 a blessing in disguise， 可能生命会自己找到出路的。另外一位前埔的咧走运动店老友伟，细汉时因为破病，视力变0.03，虽然读册比别人较吃力，不过伊毋但成绩优秀，佮在全国身心障碍运动会摕到真好的成绩。在学习上，除了需要仰赖各种的放大软体，还有放大纸本之外，我还需要花比别人更多的时间。这届清华大特别颁奖。和包括李新田以及老友伟等等的17名学生，也希望借因的故事鼓励大家珍惜生命。记者刘君豪新竹报道。那即阵呢，疫情是地数真侪饭店的业者拢讲真歹经营，超过50年的即个台北华国饭店，因为袂堪得疫情算长，宣布讲呢10月底就要转型，简单要做餐厅的生意啊。毋过呢，这2年也有日本的饭店上阵疫情过后的商机入来台湾投资，拍算甲台湾真侪重要的海外发展据点，对台湾的观光市场有一定的信心。优雅古典，才有欧洲风格装潢，加上是台北市正罕见，天井有吊悬到12楼。这是台北市经营超过半世纪的华国大饭店。20团出因为挡袂过疫情，加上配合市府老建物更新计划，拍算10月底关门转型。因为现在的这个观光饭店业其实不是那么好经营，我们也在看，就是未来1年的状况，看起来好像不太有复苏的机会，所以这就是一个趁机转型，那先以餐饮为主，那进可攻退可守。华国饭店表示，因出名的广东菜甲韩亚料理，未来会刷出来伫咧中山区经营。因那2023年也会引进智慧机器人伫咧树林起新的饭店。疫情地数饭店业者退场，毋过这2年也有日本的饭店上阵后疫情商机入来，包括去年8月份进驻台北中孝东路的蜜珠意花园饭店，含资本是6福皇宫关门了后，由日本集团接手的 JR 东日本大饭店，拍算8月23正式营运。因拢是以日本料理、浸温泉、甲日本式的服务为主，房价差不多3000起跳。日本人来台湾呢，其实首选住的地方就是家己的饭店。哈，有日本，譬如说他们有一些航空公司，有一些观光的产业、旅行业，他们是一条龙的。日本人嘛爱去较有一个文化，较热情、较友善的国家，而且日本跟台湾的友谊非常的好啦哈。学者表示，日本因为民族性，处事一向真谨慎，会选台湾当做日本系饭店投资的据点，也是综合国内外趋势甲长期的发展，可见对台湾观光市场有一定的信心。记者闵振林、徐凯台北报道。来讲，昨呢有不少家己布地的渔民参加嘉义县政府所举办的放鱼仔的活动。这届放的鱼仔有放头甲五仔鱼这2种。县政府嘛强调讲，放鱼仔是维护海洋资源的其中一个方法。不过，袂当私底下来办，一定要依法来申请。鱼仔要顺利推流入去渔港内底。20载时，布地民间团体配合县政府举办鱼仔放流，希望社会重视海洋资源的问题。放板头啊，跟一些小石斑来讲的话，让大海能生生不息。而且每年的话，我们的白海豚都需要吃板头啊，它才能继续存活下来。你让白海豚没有食物的话，就是说它已经就会离开我们在的地方。这个放流的鱼仔有10万尾，县政府表示。渔业资源受气候甲环境的破坏，佮加上渔业技术的进步，所以资源是愈来愈少。
透过放流鱼仔是增加鱼仔资源上直接的方法之一。那鱼仔钓完有无吼，后一地人就无鱼通好钓啊，爱甲资源然后同伙一地人啊。放流的鱼苗有2种哈，那一种就是我们的四丝马拔啊，我们俗称叫做蚵啊，啊，另外一种是黄鳍鲷啊，那就是我们俗称的邦桃。农业处指出，鱼仔放流就向政府申请才会当举办，针对放流的鱼种甲地点嘛拢有规定，若无颠倒可能会破坏海洋生态甲环境。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赶快来关心天气，奥麦斯风台呢，昨暗已经形成啊！明仔就是中元节，伊是离咱台湾上较近的时阵。咱的东半部风会较透，海影也会较大，有可能会上大雨。今日过道呢，乡亲也要特别注意，可能会有雷公雨。咱斗阵来看下半部的气象资料。在北部温度上加25度，上悬35度；在中部温度上加25度，上悬33度；在南部温度上加25度，上悬33度；在东部温度上加25度，上悬32度。金门、平阳、马祖26度到31度。